底下佫乖乖哦。你摕牙甲伊压，伊会听，伊会甲我教。咱家拢叫迄二小的来了，蹦蹦叫的。伊叫伙夹啊干夹哦，会笑伊啦。你安尼家己也佫乖乖哦。 8月20日下晡1点半，就去活动中心草索看做蛇，100年来红5岁的生命温柔的毒蛇，100万人看过伊的影片，蛇真温柔，蛇袂主动攻击人，蛇对环境生态真好，蛇嘛是这片土地顶的生命，100年来一直去互人类抬视打压。透过这摆的工读生也同好的分享，咱来彻底了解蛇。它很激动。 我很少遇到臭师母这么激动，一般我很厉害呀，先安抚他的情绪。一般我这样抱起来就不会那么凶了，可是这一只比较凶一点。啊，你没有那个夹子可以夹？哦，出来了，对。它很痛，我先直接解开。你不要让它跑出来呢。对，你这样敢抓？啊，伊掠嘞，头掠嘞，无我头尾放我开啊，我头尾放我开。走啦，你走啦啊！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即摆狗仔挖过来，蛇会惊，伊就甲我咬。对啊，对啊。蛇的毒是设计用来拍人，伊需要食物件才会当分泌毒。若是甲毒用伫人的身躯上，伊就无够毒，通来找找拍人物件。所以当伊撞到人的时阵，伊会尽量逃走。 唔敢乱震动，避免看到，甚至无少毒蛇伫咬人时阵会选择无爱注毒，因为伊无想要浪费伊的毒。免费的名额，环境工作者4个，实际训练的朋友4个，大部分系2个，有来过第一老岁朋友2个，一般的朋友报名费是250块。目前还在吗？看得到还在。8月20日下晡1点半，就去活动中心草索看做蛇，100年来红5岁的生命温柔的毒蛇。 东港有机会看到蛇做狗，二有囡仔的朋友家长自头到尾拢爱看过。3看蛇做狗，东港千万唔通伤痛，蛇会惊，我嘛会惊。4参加本届活动，建议意外险、平安保险。对下，抓啦！哇，无命啊，通食啦！来走。